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3月30号。这期咱们聊一聊劳动待遇，聊一聊福利，聊一聊韭菜上班的待遇。大家一定还记得，前不久应该在巴西，咱们的比亚迪搞了一桩新闻，巴西的什么劳工部什么检察官突袭巴西的一处比亚迪的建筑工地，后来说这个场景让他们大为震惊，说我们中国人在那个工地上，中国的劳工就像奴隶一样，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极其差。下面大家还记得，关键是巴西的劳工部门还有巴西的媒体把这种行动当作一个解救被奴役的工人或者叫劳工。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是非常震惊，也就是国内的很多正能量小粉小红对巴西是提出质疑，认为他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为了打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但是这一幕前几天再一次发生，但是这次换了个地方，这次是发生在万恶的日益没落的美的。这怎么回事？说这个 FBI 荷枪实弹突袭知名地板厂，华人老板当场被逮捕，涉嫌奴役中国劳工。你看，巴西的这个检察官也认为奴役中国劳工，美的他也认为这个工厂奴役中国劳工。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奴役的。这个周三，也就是3月26号下午，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探员全副武装，这个阵仗这动静很大，光是全副武装，据说还出动装甲车包围了叫乔治亚州巴托县一家知名地板制造公司。这个地板制造公司叫维美德，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在美国的网友知道这家公司或者知道这个新闻，说该公司董事长陈竹当场被捕，面临严重的人口贩运指控。他涉嫌以欺诈和胁迫手段迫使外国劳工在恶劣条件下工作。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这些受到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来自中国。根据 FBI 通报，本次行动由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牵头，协同国土安全调查局、乔治亚州调查局、国防部调查局、巴托县警察局等多家联邦与地方执法单位。你看，这也是一次综合执法，多部门协作执法，看样子这个动静是非常大。周三下午，执法人员突袭了维美德工厂位于巴托县的总部，执行搜查令并拘留了现场多名相关人员。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还在巴托县地区的多处住宅执行联邦搜查令，这些住宅被当作工人宿舍，由车辆接送上下班，实行两班倒。大家看视频。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全副武装，并且出动装甲车包围了乔治亚州巴托县的一家知名地板制造公司维美德工业。该公司董事长陈竹当场被捕，面临严重的人口贩运指控，涉嫌以欺诈和胁迫手段迫使外国劳工在恶劣条件下工作。据报道，这些受到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来自中国。根据 FBI 通报，执法人员先突袭了维美德的总部，执行搜查令并拘留了现场多名相关人员。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还在巴托县地区的多处住宅执行联邦搜查令，这些住宅被当作工人宿舍，由车辆接送上下班，实行两班倒。据悉，行动过程中调派了超过20名翻译人员和1名专责受害者协助的专家，足见案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根据 FBI 社交媒体的官方通告，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劳工贩运调查。维美德涉嫌使用欺诈和胁迫手段，诱使中国公民和其他移民在其工厂中工作。前员工透露，这些工人在抵达美国后被安排在该公司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资微薄，有人甚至形容几乎是在奴役状态下劳动。3月26日下午，根据 FBI 社交媒体的官方通告，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劳工贩运调查。维美德地板厂涉嫌使用欺诈和胁迫手段，诱使中国公民和其他移民在工厂中工作。据悉，行动过程中调派了超过20名翻译人员，人家给你准备了足够的翻译人员，就害怕这些工人说不清楚，产生误会。1名专责受害者协助的专家，足见案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据介绍，维美德成立于1998年，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致力于打造全球高端奢华地板品牌。这按理来说，这个高端奢华地板品牌那利润很高的。根据国土安全调查局披露的数据，维美德目前
拥有数百名员工，其中数十人被列为潜在受害者。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中国，也有部分来自其他国家。据称，他们在抵达美国后被安排在该公司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资微薄，有人甚至形容几乎是在奴役状态下劳动。据福克斯电视台报道一位曾在该公司担任仓库主管的前雇员透露，工厂内部环境极为恶劣，缺乏基本取暖设备，长期存在公安隐患，就是安全隐患。这个描述好像跟那个巴西检察官说的比亚迪工地上的那些劳工一模一样，几十个人轮流使用一个厕所，那个床上只有一个纸板壳子，菜就堆在地上等等。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奴役，这个就是比坐牢还惨。这个前雇员表示说，太可怕了，根本不像是人待的地方。这位前员工进一步指出，工人们往往在极其拥挤的临时住房中，每栋房子住着12人，这不就是集体宿舍吗？2班制轮换，用一辆货车接送工人上下班，这个场景那在国内那叫司空见惯，像流水线一样。在本次突袭行动中，不仅陈竹本人被拘捕，警方还逮捕了另外2人，分别是陈佳怡和陈子亚。据称，他们都是公司董事长陈竹的侄子，曾在公司任职，现也因涉嫌参与人口贩运被关押在巴托县监狱。据称，2人曾共同管理劳工事务，可能涉及组织与操作跨国非法引进劳工的网络。知情人表示这种家族式管理掩盖了内部复杂的层级结构，部分员工甚至不清楚自己已经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你看看，就受害者不知道自己受害了，这是最大的悲哀就像普京他跟很多去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领导人说的，在库尔斯克，在乌东包围了好几千上万的乌军，可悲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中国人，可悲的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那位前员工说，是时候有人站出来制止这一切，也连维美德这个地板厂的前员工都看不下去了说受害者主要来自中国。联邦执法部门指出这起案件显示出现代奴役的新形式，隐藏在合法企业的外衣之下，以工作签证或培训机会等名义欺骗控制移民劳工。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林赛·威廉姆斯表示，我们正在追查涉及外国劳工贩运以及相关金融犯罪的多个方面，受害者主要来自中国，也涉及其他国家。为什么受害者都是来自中国呢？ FBI 亚特兰大分局助理特工布兰·奥兹登强调，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正对员工逐一展开访谈，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以及是否存在劳工贩运的行为。执法部门特别指出，虽然现场有大量执法人员出动，但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企业及负责人，并不会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 FBI 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与各执法伙伴合作，一起调查人口贩运指控，打破受害者与贩运者之间以暴力、欺诈或胁迫为纽带的循环。截至去年7月， FBI 在全美范围内有1660起待审人口贩运案件。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间， FBI 在全美范围内启动了664起人口贩运调查。他们呼吁公众积极参与反人口贩运行动，若有相关线索，可通过 FBI 官网或拨打HSI 举报热线提供信息。目前陈竹、陈佳怡和陈子亚这叔侄3个人已被押往巴托县监狱，等待进一步审讯。相关司法程序由联邦法院主导。 FBI 表示他们将继续追查幕后更多涉案人员以及企业关联，甚至直至将所有涉案者绳之以法。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这种丑闻从巴西整到了美国，你说咱们叫东升西降，这个似乎和东升西降有点不和谐。这个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应该是去年这个著名的叫洋务运动，叫抖音难民，对吧？涌入小红书，然后引发了中美之间网民的大对仗，然后让美帝的这些网民惊掉了下巴，对中国是羡慕的叫五体投地，无以复加。我不知道这些老外他们看不看这个福克斯新闻，看不看这些在美国人认为这叫奴役中国劳工。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是美帝
他们的 FBI 或者他们的办案人员，还是巴西的劳工检察官，他们极力的描绘说中国人在那儿受到怎样的虐待、奴役。但是让我一个中国人看了之后，我怎么感觉好像习以为常，我感觉还可以。这玩意儿在国内好像条件还没这个好，他们知道国内也黑矿井吗？当然现在这少多了啊，咱们得实话实说。过去如果有人口失踪、青少年、青壮年不见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是搞到哪个黑煤窑打工去了，被人家圈在那儿，衣不蔽体，对吧？就在傻傻的干活、搬砖、拉煤。你看看现在咱们很多工地上农民工的待遇，那比不上美帝或者是在巴西所谓的被奴役的劳工他们的待遇啊。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去年是吧，传出福耀玻璃在美国是不是也被美国的 FBI 上门，好像也是搜查劳工。有个新闻，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中国人的劳动保护需要美帝需要外国人来解决，中国人的劳动权益需要外国人来维护？我记得前一阵子是吧，海尔还有什么格力是吧，很多企业是吧，纷纷要求不准加班，到点必须下班，你想加班你得打报告，一改常态。后来聪明的网友发现，原来是欧盟出了一个规定，把你涉嫌奴役劳工，是你加班，你的工人待遇不好，那你的东西就不能出口到欧盟。有网友就说了，谁说我们韭菜没有工会？我们韭菜的工会在欧盟，你看我们韭菜的工会在巴西，我们韭菜的工会在美国，洋人帮你主张权利，帮你维权。你说这是什么世道？但是我们的小粉小红那对洋人是恨之入骨，这个又怎么解释？当然有人就说了啊，这是特朗普在演戏。特朗普现在不是要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吗？驱逐这些乱七八糟的抢工作岗位的，这是特朗普借机打击他的一场秀。不管他是不是秀，但是至少他起到了一个保护中国劳工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我刚才说他是做豪华地板品牌的，那按理来说在美国它的利润应该有保障，这美国地板没那么卷，豪华品牌利润应该有保障，那为什么还这么压榨中国区的工人呢？当然了，从正能量的角度，那他一定说这个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特朗普是蓄意针对中国，为什么偏偏抓中国人、中国老板？那不就是还想收割中国老板吗？罚款，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压榨让老外都看不下去。不仅这个巴西看不下去，美帝也看不下去，欧盟也看不下去。据说欧盟现在又出台一个规定，就是人均工资低于多少，你这个产品你不要卖到我欧洲来。你中国企业在国内压榨，人家管不着，人家只能通过这些禁令，不买你的产品来抵制你，没法直接管。但是你要跑到别的国家去，你还在压榨中国人，人家可真能管，人家抓人，你犯法了。你把美国，你把巴西，你当做大国，中国人压榨中国人，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充分的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为中国人了解中国人，中国人知道中国人的软肋在哪儿，他知道怎么拿捏你，知道怎么摆布你。他拿捏不了这个黑人，他更拿捏不了白人，但是拿捏自己同胞那是手拿把掐，这个就是个特点，咱们不能避讳，所以形成了一个中国人只欺负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怪现象。但是要说到待遇，我们这里还要谈一谈，潘东来最近又狂上热搜，是不是有一阵子没上热搜了？这个量不行了，又有危机感了。大家看一段视频，你看去年我们的员工收入，这交完社保以后啊，是8300多。今年1、2月份，我们现在的员工收入看到多少了没有？这交完社保以后是9886，而且因为我们要开这个梦之城，我们要投资大概需要50个亿，甚至再加上物流70个亿这样的投资，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就不分钱了。的工资跟25年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啊？所以呢，就这个工资收入就不用再去分股份，就可以过得好。潘东来店长1至2月平均到手工资近8万9886元。于东来公布2025年1至2月份员工工资，这个标题是2025年潘东来员工到手月薪近1万。这就是昨天3月28号，潘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2025年中国超市周上公开透露，2025年1到2月份在交完社保以后，潘东来员工工资是9886元。记住了，是把社保交完了，潘东来员工工资
9886元。活动现场播放的 PPT 显示，胖东来有店长、店助、员工等8个级别。店长一级2024年月平均到手工资44193元，2025年平均到手工资达到了78058元。大家看视频，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就是这个数字是胖东来自己公布的，真假你自己看着办。我们上市公司的数字财务报表有第三方审计，它都造假。那你说这个企业自己主动披露的这些数字可信度，这要打个问号。他没有披露真实数字的义务，大家记住了，上市公司是必须要披露数字，而且不能有虚假记载，也就是必须真实、完整还客观。胖东来是没这个义务的，所以说他这个数字要打问号。但是我假设他说的都是对的，他对员工确实不错。那你想他普通员工把社保什么扣掉，发到手发9886，你说这个让好多码农，很多在北上广、杭州打拼的人是不是汗颜自惭形秽吧？你说北上广还有杭州，你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发到你工资卡上，一个月能发1万的？有多少人？把你7扣8扣的，到手有个7、8千，那已经很高兴了。胖东来他所有的员工平均工资9886元，是基层，不算店长，今年是7万、8万。这个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在接受联商网董事长庞小伟对话时，谈及调改如超市行业现状。这个于东来又语不惊人死不休，超市行业面临困难，需要重新梳理，把不好的产品下架，同时要优化员工体验。如果我们不能保证让员工拿到最起码4000块钱以上的收入，自己的企业就关了就行了。你也不要再扰乱这个市场。如果你能让员工拿到4000块钱以上收入，而且还不赔钱，那你就优化商品，逐步让自己的往更加健康的方向去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于东来终于把矛头对准了山姆。他说山姆工资太低了，要增长，他如果不涨工资，将来还是不好。我们做企业首先是要让我们的员工幸福，我们才是最好的企业家。也就是于东来说山姆的工资太低，这个已经开始公开评论对手了。当然了，山姆有没有把胖东来当作对手，这不知道。但是胖东来现在是把山姆当作对手了，因为他开始评论他。这某种程度上就说胖东来的紧张感，这种压力已经来了。要不然一般是避免评价友商，更没有必要去指责友商，说你给员工工资太低。你指出友商的缺点，说他不好，说自己给的工资高，实际上是不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搞一波流量，更是继续制造一种情绪价值。我刚才说了，胖东来对他的员工好，工资发得高，我们假设他都是真的，这是个好事。我在以前节目也反复强调，他对员工好，给员工更好的保障，发更多的工资，这都是好事啊。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胖东来这样的企业，那我们韭菜的待遇不就提高了吗？我们就不会让美的、让巴西笑话，说我们是奴工，是奴隶。所以说胖东来怎么批评山姆都是对的。所以我们韭菜眼巴巴的盼着胖东来赶紧扩张，你也全国开超市，你关在许昌那么一个地方，在那儿吆喊吆喝有什么用？关在那儿造神，你倒是把你这个惠及全国。你看全国的消费者都需要胖东来这样的超市，我也希望买到东西都是质量好的，我可不希望买那种对吧有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些吃的，不想买那些垃圾货。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经济水平都比许昌高得多，能不能去开一个超市，满足一下当地的消费者需求？第二个，你给当地创造就业，你想你提供月收入1万的，你到北京去，你那个人家去应聘的人把你门槛都能踩破。你在北京开个超市，你说我提供工资1万块钱一个月，税后发到你卡上，保证这在北京好多白领对吧，俊男靓女，简历可以把你的邮箱给炸满，发到崩溃为止。所以热烈欢迎，热烈期盼胖东来到上海去开超市，跟山姆单面锣对面鼓的竞争。我们非常希望看到这一面。大家记得当年国美和苏宁两个人都是家电渠道经销商，你苏宁在这儿开家店，国美肯定在街对面马上开一家，就跟你竞争。你国美在那个地方转角这儿开个店，人家苏宁一定会在斜对面也开一个，跟你直接竞争。有点像肯德基、麦当劳差不多。我们希望胖东来你不要坐而论道，不要在那儿老是造神，
不要在那老是谈理想。你跟山姆对着来，山姆在无锡开了一家，你也在对面开一家，怕什么？你工资给员工给的高，那个肯定好的员工往你那跑，人家山姆的员工都跳槽跳到潘东来，不挺好的吗？你工资是人家的1倍，你一个月到手是9000多，人家山姆的工资才4000，你这挖人家这个，你就双薪加倍。山姆的人才流失，山姆就相当于给你潘东来培养员工，多好！作为消费者，我是非常乐意看到潘东来你就跟山姆对着干。作为韭菜，那当然愿意啊！你去潘东来上班，税后1万块，你说有几个人说真能做到税后1万的？所以我是建议潘东来，你收了你的神通，你来点实际的。也可怜中国的这些韭菜，把你这个好的待遇多推广。因为这个超市不难复制，山姆都在复制，你为什么不能复制？你搞个100家潘东来，你能解决500个就业，那100个潘东来那就5万人呐，提供5万个工作岗位，多少供应商跟着你后面沾光，你得解决多少地方人就业？来，不要不好意思，对吧？把山姆干黄，这我支持啊，就不要在那吹了。我反复强调，潘东来他对他员工好，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值得提倡。但是你不能搞这些反制宣传，你为了流量，你这样颠倒黑白的，这个不仅解决不了韭菜这个工作难，你恐怕还要加剧对韭菜造成2次伤害。这个不就和那个什么杭州的那个网约车司机3年赚70万，和那个上海的什么外卖小哥3年赚100万，不是一个道理吗？你这是潘东来超市的清洁工、保洁，月薪9000多，这还是到手的，对吧？这个潘东来超市的理货员、收银员，月薪将近1万，能不能推广一下？我相信全国人民都盼着的，尤其是那些潘东来粉。我建议那些潘东来的拥趸，你呼吁一下，建议潘东来，你走出许昌，你不会选址，你就照着山姆选，你就在那旁边开一个。所以作为中国韭菜，确实也是难，一方面工作难找，就业压力大，又是降薪，所以不得不接受别人叫奴役。你即便到了国外，还要接受中国人奴役。但是同时在国内，你又受到这种反制宣传，给人感觉那保洁都能税后1万多，理货员税后也是1万多，而且他在许昌，你这个收入在许昌的绝对妥妥的是高薪。许昌的平均工资能有多少？可支配收入恐怕就是3、4千，顶多到头。所以说中国韭菜不易，不仅这个身体上得不到保障，生活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精神上还受到摧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